啊对，呀，记得消息，说是朋友看来的，聋子呢？聋子呢啊，嘿嘿喂，哥这聋子的跑啥子我就这样的呗，啊，老可这样吧，老就是，咱们了搞不起这老可这轻松，老出去住没着，啊，啊，两个人没咱们也搞不起这老松就是轻不上去，住也买吧，都住就买吧。清买吧，老孙子清爽。那咱们讲一个永贞卡的吧。穷的呢，咱们下不着隔壁。穷的呢，还得见过个人就是学个这个。穷的呢，咱们隔壁啥子？那老个在这上头就是啊，但俺都穷的来的。但俺就说的这老一把洗酒来着钱是那的，穷的呢隔壁有啥钱呢？找不着的吧？要多我。电子因素呢，俺就让米里让个人来的吧，看最后老这个电子讲，俺今天怕了，说出来老穷的电子呀，那边，的俺这个没有下脚给打人来的这没呗，电子今天天呢马拉去修的俺最家的，俺这个金边个来的的嘛的，电子什么说说啊，所以这个是那上级老师是个的是个上级说说，马下那你，啥就是他们这样个。你念了吗？念了写一把，写不出一把。写啊，要，但这写当初是呢，咱念的啊点着吧。你那让做。咱念的去年。可这的是。去年啊，俺可在创造。这什么钱？去啊。对的。对，就嘛记得呀，你前不下是那俺来看的下吧？下不去呗？这前那里我看着呀，我注意过去的。么么哒，俺你老个儿子找你，俺儿子装的了就了这个，年龄了还不这些事。俺来哥哥给说说看大脚，我。哎呀，去掏钱，大钱老天些，老天些，他老拽吧？这老没这个呀先看人家不懂也要的吧？俺做的话都你把的混响开手。哎，呀，我懂啊！俺俩俺做的不去的呀，告诉查他去学学。哎呀，喂，混响开了吗？行的。米拉。
写哪来是多啊？啊，嘿嘿嘿，呀，好多。写的水面还可以呗。这对不起了，你说。写名了还是啊？俺们成都。俺们成都。这个年名你站到那边干叫都写不到感觉的话，对对呗，放心的，情感说感觉呗，放心。大概的。写要不写不到呢，当上呢。我呢常来当呢，现在我这个南区跟这时候呢，俺这个台东前面举人呢呀南下军队送过去俺这个他们家这个说是不过呀听说的拉着他配备俺这培训班是个的这呀，西中是的呢几个多的这了几个月呢俺这个培训班俺了几个月呢说是让每日让个人呢因为这跟这时候呢的这个班级呢呀，因为每次介绍呢上俺这不过呢呢呀让用的呢现在俺这个跟这时候呢说是个让每日个人呢因为这跟这时候呢更加个呀来做好苦也了不起，然嘛嘞。对，听这意思呢，他对的，俺的心里老就是的，听那怕呀，每次给这样的，对，俺这个所人呢呀，搞不有叫不这下边意思呢，俺带来周末呢，跟这时候的听着的这用过了吧，对。爸爸车队咱把莫让了都市开的话的是的，俺说每日个人呢呀，高兴有个都市的有的咱把呀莫让个不过了民间那个呀，俺说个人呢听着讲个等个的，我听着现在俺说让每日个人呢听着是拉门几把钱娘把拉出的马娘空白生的，我都是当图我的，这上跟这时候呢，街舞的外庙的个这个马达米到呀个第一个的，因为那个。行业不生给们多不过今天嘛给钱老爷把就这就来不当俺做价格交的俺做给国语过的价格的吧，俺今天因此俺今天看这时候嘞。每日先把个人呢呀，先不去讲哎，怎么办？俺做个每日个人呢的，难道买不脱呢？每日先把个人呢先是呢，俺做每日个包的嘛的。每日先把人呢的跟着都是呢那个所人呢的节日当时呢，我这里的嘛的。我第一个呀看这时候嘞，不过呀，中国那个老在培训班的西等于那这，俺等于那这，松等于那这，记的引进民进衙门的长年讲哎。衙门的艺术讲哎，衙门的探个讲哎，今天嘛拉说呗，俺就没被下脚个人呢蒙不着的，我听这个呀，你讲个当前所说的看这时候的每日个人呢的俺就念多怕带艰难的企业的怕那个还有苦过的啦，很多人个通切的专业个兄弟，俺就推了家过来的嘛的，你也要学个介绍。也不是这些。我听这声的，这场中嘛呢，看到做不一个，听这讲个东西，是不是说那种啊？也许啦，那爱什么多啊？但是别个说的干咩个来懂，这样写不进写没的掏钱，我听这里下，他木头写要的呗，叔叔。要的。叔叔，木头写要的，很多看出交了补课这要的了呗。那看出泡沫顶了的呗。呀，前那里木头说是写进的，看出看出抖音账号要的呗。要俺做的直播我的俺做给的看出给lập这个抖音账号们照片去，我的去搞下有啥？我的呀俺做给图库看妈妈去哪让那学音，俺中国呢看那做不会给咱们的这lập因素呢，只当看出账号的值我钱值我的日本了，日本。监管民的可怕的，蛮白什么那从小是不是？你账号的你账号的说是账号的呗，你账号的啥？另外呢，就我给这也叫马上那下也没懂啊，喂，白没懂不的呀，但想了路线你不得看的？也一场不讲呢。也一场吧？呀，也一场没打，我说告诉叔叔。也一场没说。
大爷那本没事呗，要不多俺做给录给不过群群听这几个的直播呢是给的山南给小孩太给力了是，所以俺做山南呀，搞得起来记得懂了，好个时间名字没读给，我弟懂呀，10就当不得吃的，哈我说，忙不几个加个球是吧？让人加个的妈追不得吃的，哈我说。弟，俺这个朋友给爸爸切过来吃，我说要不吃不多，木头老张吃，木头说给搞不有叫就这等着讲，这因这名字俺就让米里给里面了碰到有叫的，记住了碰到有叫，结个了碰到有叫米去切土不切啊，什么学员呗？给的了，差事干，我你看去，对，什么学员呗？嘿，行，你也不低没都干，什么学员呗？啥个叫当嘛哪出啊？对，这是老个的要得，俺直播吃啥呀？大把娘不记住你这个的，杨照，老张找的呗？我你贴住。你找啊？你贴着呀，大家说给萝卜阳光西。大家的今朝老着急的呗，跟这的。老着吧。俺做直播呢，传过家这个旧股的看妈妈拿着那学一套些，今天俺做普给抖音账号的俺做直播的下月先也不登记了，今年也不登记，下周也不登记，我呢成年我的跟这时候的天天怕呀，对人民说呢哈讲的也会有叫不接着下我呢，有那个呀，让米的给人呢呀，感谢顶着前边老群就顶着有的怎么，什么呀，什么鬼提议，现在看那最旧股时候呢，还是的土股的，看妈妈去拿着那学艺是吧？掏钱旧股看妈妈拿着那掏钱，俺今天俺的看着老早几块钱交给等到泡沫什么有看着俺的今年成绩前边跟着下，哎呀。咱们去说，但看着新娘不特别给写的名了，看是啥？这是扒住，这是扒住，呀，这是扒住是俺意思的。刘俺的学大的，看着帮这个差不多吧？俺6岁6岁写的呗，3岁的呗。今年前年华都跑来的，俺得6岁的，但今年现在俺老中的怎么这样呀？来姑他打动手，俺就他打。大家好，我们是乃东区念央粘念培训中心的学生，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粘念知识把中》，希望大家能喜欢。先给广播电台，俺做你都去念粘念，所讲点点给罗马人，通过俺做粘念知识把中学念的评论，先给准备外面的秀。喂，来姑的架子的呀，这个东西的。咱们这是爬出来了，告诉叔叔。